来看，根据这内政部的统计，台南呢今年11月这诈骗的财损是有4亿1千万，这是排全国第1名的。有诈骗集团呢是特别用这空山节，也是讲话庭港等等活动的这个名，甚至也有文化局的这个卖奖业，拢来摕来拐钱。这市政府是回应讲，目前已经报案，嘛呼吁大家千万都要提高警觉。一朵花豆大开起来，向定咱人有坚强意识，并有来自各国艺术家5会10色的作品，特当成10几万人来遮行待台南中行空山节，一个月期过起过。这阵怎变成啊上空上芳，因活动要招临时工的名机，甲咧Google表单连接互民众报名登记个人资料。一定会啊，一定会啊！尤其现在粉丝专业那么的热门，一定有人在分享，你就会想说去抽抽看。看到这种广告哦，我差不多拢会甲滤掉啊，无就真正有兴趣无，去迄个市政府的网站遐去来看，来求证，敢是有真正这件代志安尼。那文化局办的空山节，互老外掠来当作目标。这阵另外一个台南代表性的月顶港定节，嘛出现假报名、找志工以后顶员的名机来甲人骗，甚至有人偷用文化局面册盗感名机，要来讲关起点诈骗的连接，也是加入来进一步参加课程来拐钱。文化局也马上启动这个所谓的检举，那也有报警，甚至在网络上做一些澄清跟封锁的动作，希望民众能够注意到说相关讯息，如果你觉得有疑虑的话，那也可以到文化局来查询，那一定要到文化局的官网来查询相关的资讯。经过内政部11月份统计，台南诈骗财损金额有4亿1千多万，参顶个月比关32.3%，全国上悬。这阵警察局嘛提醒，一定要纠正，提高警觉。谨记防诈4不：不点击、不填书、不转传、不汇款，且不轻易提供个人资讯及金融账户等。诈骗手法千变万化，抢在去当着不少人士来拐钱，乡亲要注意，任何细节无是本。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。